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拉萨市2022年春节藏历水虎新年电锯联欢会的演出现场，大家过年好！小娃郎加油呗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我们在这里。我啥啦？加油加油！我们在这里。年年我啥啦？在这里。年年快乐！我们在这옴수디 데미 소조로지 자시베 덴지지 남사웨 덴지지 남라 까르마 사웨 덴지 살라 로다 사웨 덴지 샘바 칸레 가웨 덴지 고치 잘레 덴베 덴지 미기 출레 리베 덴지 슈这是的内容。
西扎西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得嘞，扎拉西巴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得嘞，两拉扎巴数。生的阳光拉萨，新年新气象落，横生洁白的卡塔，向着思乡的太阳。生的阳光拉萨，新年新气象落，新生甘甜的美酒，向着思乡的太阳。蔚蓝的天上彩云，描绘美丽的家园，扶摇大地飘来，歌颂花开的芳香，仰望温暖的阳光，祝福幸福吉祥，向着灿烂的梦想，赞歌欢声歌唱。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得嘞，扎拉西巴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扎西扎西数，扎西得嘞，两拉扎巴数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以及在互联网上收看我们晚会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拉萨市2022年春节藏历水虎新年电视联欢会的演出现场，大家过年好！虎跃神州千业旺，春临盛世万民欢。在藏历水虎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向全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拜年了，向大家致以新年最美好的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幸福。罗萨扎西德嘞！此时此刻，我们也要向驻守在边防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正在执勤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，以及默默奉献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、朋友们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你们辛苦了，向大家道一声过年好。是啊，在刚刚过去的牛年，我们认真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3牛精神，我们紧密地围绕在稳定、发展、生态、强边的4个最重要的事情上。开牛年办牛事儿，扬牛气，更要拼牛劲儿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努力打造我们拉萨的长治久安和全方位发展的全新格局。是啊，我们甘当为民服务孺子牛。领导干部下基层大街访办实事，解决民生问题1902件，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。他是总结起党给全面促进挺住吧工作难问题，总他向重建的建议，各级定规列团电浪啊立足中啊他，中国农业还是边角的他，制作偏见主角路蒙西颠簸起定义。俺去3对切片边引导了点年，啥不说米切我点点别的，偏见给苦个啥不特么进他，米切啥不点给，边角给两个啥不给心节切的，啥对开去点边偏见给冷不脱，狗头不切归。我们赓续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兑现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。在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，我们继续传承发扬老西藏精神、两路精神，为建设团结、富裕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拉萨而不懈奋斗。
听到中国呢，要不其他送上说，电身边龙铁大人，那做连杀穷别偏见他，乐不起为冲这铁大人，同样用给米利卡给辅助提速，要去给东给，加减别真的，还值得没不行事。他个啥事？这样安去，还是福建温够勇气，别最能他能性别民的用了，过来开始去举行，应该落沙扎西嘞。弟弟，那么干嘛说我对不对？弟弟上了罗山下手随便拉哈哈。那他我的这个我3万的中了，搞我4万下面又到随便拉哈哈。那新北又都这边落到一路上坡，朝北又都这边冲你山西上坡，从云南都这边冲着那么上坡4万的了，就完了这随便拉哈哈。那弟弟这个了，连古风的下面又随便拉哈哈。那说这难度前边。现在这个猎户，三个难度前边，小区能丢猎户，每个难度前边，每只参见猎户，猎户送不进了，就外面把手机随便拉哈哈。当然了，嗨，家喽，那弟弟这个了，如果送不下半月随便拉哈哈。如果讲开那边，就打3把衣服，收入全打10万，2块3把衣服，他们不送他们，不准3把衣服。给我送过的了，有完没完说这随便拉。那你不没了没人，也不大了没人，西不大了没人，地不绿了没人，他不是了没人，却一一说说在心上。
我的手的，别杀死！这小心了，我心脏差点从嗓子里面出来了，你下来。那谁？怎么了嘛，小心了？你好。哎，好，我很好的。你知道违法了吗？违法？对啊，违法是听见个两个钱不说嘛的。这小心了，你听见两个钱还没得，我老了，11一个人，违法没有，真的。别紧张，好好想想。对，他看着上过的啊，对啊。哦，小心了，对了嘛，想起来了，今天吧，出事干那里，新年鸟子谁干去了？那鸟憋得很多。厕所也找不到钱，那没有办法的噻。马路边边、大树底下、墙角里面安排了一下。哎，这个小心了，是不是你们的监控给我拍照了嘛？你那是不文明行为。我现在说的是您在骑电动车的过程中，您违反了交通规则。电动车了？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这个电动车吧，我手机噔楞扫了嘛，没有违法。我现在小心了，我知道的，喝车不开酒了吧，开酒不喝车了的，是吧了？
哎，一丝丝酒都没有喝啊！你那是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啊嘞，意思一样的呢，兄弟。哎，等一下。阿吉，大洋还是说，这交警了。哎呀，你这个经理多多的不要嘛，我害羞的很了些。严肃点。那谁？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89条规定，您逆向行驶了。啊？您逆向行驶了。逆了吗？逆了。啊？你不仅逆向，还占用了主道。啊？你应该从副道骑行。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压线了？压了吗？压了。死了吗？身份证。干什么？登记。哦，我老婆说了的，这个生命证再说啊，乱给嘛气死！这个诈骗啊，骗人多多，哎呦，这个交警也不给。暂住证。暂住了嘛？他才给的那点暂住才得。耍赖是吧？没有，哎呀。行，走。对，交警了，我们两个去哪里嘛？严肃点。那谁？拿上旗子站在路口。对，交警了，跪死了。等下一轨位的人来了，你才能走。崔敏，俺交警了，下一个他什么时候到来呢？不知道。崔敏，说交警呢？不知道呢。对，交警了，他跪下了吧？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哎呦！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喂，哎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放心，马上就能送到。哎，催命鬼，就知道催。哎呀，红灯90秒，天哪，怎么办？闯了！走，站住！完了，把 BQ 了！哎呦，不管了，跑了！哎呀，哎，站住！啊！哎呦，站住去！你别追我呀！站住去！哎呦，站住！怎么办？对了呀！哎，你转什么转嘛？他得卡着转呀多的。转山转水，我在原地等你呀。等我哎！哎，对，等我就对了，你下来嘛。啊？好，下来去，你下来就下来。弄的。哎，你好。我们见过吗？我们认识吗？啊，严肃点，现在是个话。啊，严肃。哎，美女。哎，你知道你违了吗？啊？对嘛，道路安全你违了吗？那个89你违了而且。啊？呀，你想，好好想，这违法。我想到了呀！啊，想到了，那说一下嘛。您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。算了，你干什么？不是俺们说了，行，我都俺狼一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违法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红灯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哎呀，这家的干部，知道呢。我跟你说，你看这边红灯亮了嘛，你从那边骑过来了吧？对。这边一个车这样过来，你们两个路中间躺相，那你就劈叉了，大卫。哎呦，我好怕哟！怕你。是，你叫谁呢？你走开！你看看，就这么一个小东西，能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呀？
就算发生交通事故，顶多也是擦破点皮，没工夫跟你说。喂，皮不知道高嘞呀！带你好好上班啊！我先下班了。想得美！呀，干嘛躲他？这匹狼还敢拦我的路！来，对，俺们说的就切塞了，多喂，娘我呢？来，娘！哎呀，大哥，我真的赶时间。对的，俺们说就先拿多啊。对，喂，看时间吧。嘞，俺打武术哎，有用啊。小他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武术顶多的。对，还让你看你别给这多。呀，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是呀，哎呀，大哥，我真的赶时间，没工夫跟你玩。时间我也赶的，功夫你让小说你看这个。什么？哎呀，行，大哥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两个私了。私了不就祷告嘞？反正我马路中间无聊的很嘞。什么呀？行，那我问你，我刚刚撞你了吗？没有嘛。我撞别人了吗？也没有嘛。就是嘛，闯红灯的人是我，对吧？对嘛。交警罚也是罚我，对吧？对。交警没看到，对吧？对。啥事？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吗？你违章了吗？你红灯闯了吗？看到了，切。撞！你撞什么撞？撞什么撞啊？大吉祥。哎呦，看看，别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，你就是交警。来，这个，咱们两个都一样，都是酸奶，装什么纯牛奶？你走开啊你！喂！哎呀，他让干嘛住啊？哎呀，大家看看他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哥，帅哥，小木，哎呀，大哥，你看我车上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去送，万一我迟到的话，他们会骂我的。对，喂，美女，阿木，先不要哭嘛，你，哎呀，呀，只给你啊，先把鼻涕擦了。不要哭啊。谢谢啊。没关系。完蛋了，迟到了。美女，那么多东西，你弟弟安排就完了吗？你弟弟？哎呦，大哥，弟弟多贵呀！你看这个便宜，对吧？对。这个想骑哪儿就骑哪儿，对吧？对。没电的时候想丢哪儿就丢哪儿，对吧？对。哥，尤其是遇上红灯和交通堵塞的时候，你看我呀，有，起来，有，你看啊，他还可以骑在人行道上，对吧？对，不对，对吧？太多过就无所谓。我对大事要干啥子？交警了，别，俺们说了真的，俺们说了对，我等下继续。你不要说电话呢。美女，走，交警同志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喂，偏不用，多用。哎呀，都怪你。你怪我呢？哎呀，我完蛋了。交警了，你看啊，他刚刚闯红灯的，但你现在罚他扣他的生命证。我先下班了啊。你的事还没解决呢，等一下。
你好，女士。你好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26条规定，您闯红灯违反了交通规则，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。身份证？哎，美女，身份证给嘛？交警同志不抓你的。抓？哎呀，你这个人，什么抓不抓的？我只是闯红灯，没戴安全帽而已。我天，交警了，交警了！你听见了吧？他连帽子都没有的，我戴了帽子。你万一发生交通事故，你说严重吗？天丈夫，美女，严肃点啊！交警同志，您看，就那么一个小东西，怎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呀？哎，交警了，他这扣的，他是个老油条的下。身份证，身份证有的话给嘛你？关你屁事！这里，哎呦，交警同志，您这是要干嘛？干嘛呀？那是我没登记嘛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挠你干什么？你这见面呢？听没完？不给是吧？行，那我要扣你这辆车了。来，喂，伢子，他这么些，这身份证他刚扣给谁？这电动车扣给谁？走开。拿去，对不对？扣，你扣他，罚他，满大街都是，我再扫一个，你扣呀！我的手，咋个老不讲了？呀，你拿着。哎，大叔，交警同志，闯红灯的是他，罪魁祸首也是他，你把他抓起来，扣起来呀！你扣！哎，交警了。哎，那谁，你喜欢的话吧，这个也一起扣，对吧？对。行，我真要扣这2辆车了。啊？扣呀！你们以为我查不到你们的个人资料是吧？查呀！我可以到前面的警务站查到你们的资料，到时候你们可就成为了共享电动车的黑名单了。什么？对，黑名单？阿木娜，他现在什么情况呢？对不对？哥，这个黑名单太可怕了。哦。会影响你贷款、买车、买房、买飞机票，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看不病。对，那样的话，我什么也安排不了的不呢？你安排什么安排呀？交警同志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黑名单，不要。哦呀，那他觉得，交警了，我的生命证，你黑名单你就不要安排嘛，我。很多的交通事故。都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带着侥幸心理的人才造成的。交通事故，哎呦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别张过，不信是吧？行，来，你们过来看。啊，看什么？来，继续看呀！他不看了，吓得不喝了下。哥，哦，这个太可怕了！人下了，哎呦，他这下全部安排完了的下。你们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这就是不守交通规则的后果。对，给家庭、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的灾难！对。这共享电动车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节能、环保、快捷、方便。对。但是作为你们骑行者，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。啊，对，不能把它当成违反交通规则的借口。啊，对。交警同志，我以后不闯红灯了。哎，交警了，我以后吧不逆向了。我会戴安全帽的。哎，我也戴的。对，好了。这几天我们集中开展综合整治行动，主要是以批评和教育为主。来，哎呦，今天就不罚你们了，
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哥，给你，不罚我们。打你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交警同志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啊。哎呀，高兴了，那这个也还给你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戴上安全帽。哦，好，对，安全帽。用的。文明拉萨，安全骑行。文明拉萨，安全骑行。欢迎你们到高原来。哎，请问妹妹怎么称呼呀？正德亚恰，谁叫你正德姑娘吧？正旦姑娘，正旦可是中国的古称哎。省城亚中大勇马，正德亚恰方明呀。沙下风情沙沙名字，龙龙我也从够啊，也从够啊。听说过。风萧叫声关呀，来耶，玉树流来哇。哪位人说噻？
今年人间的那吉祥。君是长江的，我是山江的呀。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望得春江水，同唱新希望。好像听到家乡传来的爆竹声，那是妈妈唤我回到她身旁。好像闻到家里飘来的饭菜香，那是妈妈把年夜饭摆到了桌上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原谅，守卫祖国的大门，一刻也不能忘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原谅，除夕之夜我要为祖国站岗。好像听到家乡传来的欢笑声，那是家家团圆，共祝吉祥。好像看到家里灯下的身影，那是妈妈在窗前把我遥望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放心吧，远方飘来的雪花是我把您探望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放心吧，清晨我让那阳光把祝福送上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原谅，我守卫除夕的祖国，就是陪在你身旁。啊，妈妈呀妈妈，请你放心吧，除夕之夜我要为祖国站岗。除夕之夜我要为祖国站岗。
吴立汉大爷，老师让我们在新年晚会演唱自己民族的音乐。什么是民族音乐？您知道吗？我们蒙古族除了草原骏马，还离不开马头琴。还有我们回族的口弦。再加上一点舞蹈。来自家乡的歌声。滋杜兰，德鲁兰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白又香，人人夸，不让谁把它唱山歌嘞，这边唱来那边和。关于来的路人，这个是杜兰的家属，阿婆阿姨舅舅有日过。这个说对路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的歌谣应该这样唱：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不一样的歌声，共同的情感，这就是我们的歌谣。强水心中中。
干早起当的爹呐，吃着咸味多啊！对的啊，他公主哎，哦，刚来看中哎，哦，刚来看要的，对的，哦，你是为啥个的呀？让两个开语呗？对，两个长得好过么说啊？我就罢了，包括他了，点点，点点，大大的，你让他不能拿大学，等着学个，怎么样做？来，家会看把脸去，特地不会在这里上，听到窗子的叫我有事，听到窗子，丫丫，姐，俺是我姐们家哦，俺星期一了这是话这个月，星期二了东着话这个月，星期三了什么说个月，星期四了能干个主月，星期五了呢周末当个这个是吧？推最见面都，这说过去了。俺星期一了离婚个村长找的，星期二了老庄找的，星期三了值班找的，星期四了开里找的，星期五了呢俺周末当个找个吧，最大可把多呢。点点，哦，点点让俺听到从多大呢？你这个民族哎，俺听到用个对了，他们最大不的，让给嫉妒哎。这是我错了，让俺年轻的民族啊，从此来对呢，俺他们来年个补助上工啊，这个谢谢感激心中那边补助上工啊，破了心着里的这个啊，不过谢谢当兵是吧？当什么？看到陆军有对金大聪的忙前年轻说啊，陆军来对大战出去的。对，俺这说过去了，陆军给金大聪的经常过的年轻送啊，那些个呢，不过拉扎钱不能送，你怕给个钱，粗俗个钱，对的，你莫这哭了啥呢？你过那些家们都个。真真的，真这是我穷的，俺们落到哪的耶？你也看让你撒球球、赌球球，成着到哪的耶？你也给不有？哈，谁解释的呢？可这接他们说。哦，真这是我穷了，你铺了米不点呀才多，我这个跨不出去，卡巴地那的路。推军铺的老庄现在点对，你输的老庄几个月都能跑了点点不都个人呢？真这是我穷的，俺铺了米不点样的chế度，落到哪的耶？啥子那么多抖音当牛买的，推中米拿起的呢？啥子当给俺们拉死我的？人家什么说的？那老东那这个跑了特别干燥的，拿了这些么对吧？你果然拿了这家个去，为啥？中米拿了，俺肯定是听不懂。跑了特大么头，果然拿了谁的？俺只把了娘吧，看中间的太傻子。人家是我穷的，俺那啥？出差前面跑住了，不会将菜拿了，那出30吨下呀，俺那行嘛吧？俺那年汉阳合住同边同住叫，这看着对啊，我差不多是那下的，家家我的下月呢。我这两个谁了的？他这在想这干嘛的呗？这那出什么天？俺让住米锅板拿了给跑，这不就嘛说了是我的？对没？天王给送呀了，不会对了，怕买马新别多点币呢，不会怕买呀通州几个人连3不钱么都给。通州哪用啊？不过专门那么多干嘛的啊？
现在4个月，听到错多也燃起呢，连续的下去。好嘞，俺就哎，俺做了没的？俺做了没的？燃就了，燃就了。俺是不是那种没？俺是不是那种没？一再对下。洋洋，这这名上面多啊？我那样吹的。我那样哎，民族我呢？你再给他去，给那个民族那么个民族。我这咱的钱还用过？我就说，你这给不到把天气骂的。不说别过这有的，这现在俺让去不，见那时光在敲着一直。下节咱过，看见嘛对的。这是俺爹吧？你啥了吧？他这个都不记住看了谁？但他这个心脏son子的，你也光假就行我的。那意思呀？哦，爹，天晚给送药了。我讲过掐嘛掐，俺妈让来不认识我们这个，你也请过。他这你呢？听到特别说的这个年对了，一直光写啥呢？呀呀，对的。对的，然有了吧？卡巴迪去上京那对啥？今早从头年辛苦。天天啊，天天，goed的。哦，对的。让天南的呀，卡巴的路。哦，离我了，保路这对是啊，今早从头年辛苦。啊，这。当然，马东俺在抖音就说啥，今早从头年轻。啊，这让来我了，保的是他今早从头年轻过去。当然，上去那就打去。让来我了就打去。打土。人类给金呗，他那个今早从头的，落着了没错吧？他做呢，今早错了9万元吧兄。我的说啥的？老到那这个那了，国家干起来挺紧那不的，出的当时。老到那这个那了，听到特别说的这个对了，国家这中央有记得，的下属，啊这，安姐吧。是那种。洋洋，这里给路队的国主大哥，把那个俺让你给普鲁罗斯这个民族先不怕起不的。咦，把那个特别可是当的呢。这咋啊？你把那个先把去给我。哦，有知道。巴拉，路队的呢？他一直要我手机打的完了，我既然给他先上过看着是点难吧？俺特别看着要的，看着听到他们的，俺就个这个嘛的，一年来不过他认得些的，中都开钱阿语。看上去身不给不没穷么大个，超不超没咋了呀？身边看你有个这个意思，找感情要的。但一年俺走不，老是难他，我是看上你们先要马的，不看上你吃的对，老总看最气死呢，他看得起个要马的，但一年年轻的对，你看开起了国家民族啊。他们让个怎么人归这些起给？没信呢，普罗老中要我气死呀的，让你赔钱都这，让他看到你个我水钱都赢吧，
传达提出，却让你个什么要钱都有预备。大个人，这里生就的，我不提这老年啥个中年人，大个人的。那几个拿了，也不你们都老年才大家前面都。老东那几个，也不了马卡子，马多，现在开始钱要的。老东那几个拿了，也不怕给兔子去打，出数兔子这么多，开始钱要的。老东那地呢，也不了谢当们马多。对什么开始生活月吧，还结国民度。兄弟不能用三年，小国家。不为退了列队，不得钱。东岸的有，再生怕了一，怕么连接，光不写完去。
雄鹰越飞越高，雪山托起翅膀，骏马奔驰草原，无限宽广的梦想。美丽的西藏，幸福的地方，美丽的西藏，我的家乡。一生的幸福快乐，一生情感谢感恩，满怀着一生我们的新时代。一生的幸福快乐，一生情感谢感恩，满怀着一生绘成美丽的中国梦。花朵美丽绽放，阳光洒下温暖，酥油茶越喝越香，心中的歌儿唱。美丽的西藏，幸福的地方，美丽的西藏，我的家乡。一生的幸福快乐，一生情
成都白癜风医院，电话028-611-88888，地址成都市红门街79号老南门大桥旁。成都中德肾病医院，电话028-8880-0999。成都中德看脸面孔，热度卡巴，替你姐，节省替你各省。